来继续来看核实的董事长董子贤发表演讲，讲到台积电，讲那个台积电看作是台湾经济未来唯一的大条，可能会致使经济结构长期的依赖甲偏差，甚至会惊就荷兰病。荷兰病就是一个产业突然间大发展，会对国内其他产业带来灾厄。 也毋过有专家甲伊的看法颠倒摆，讲台湾的产业是靠技术，甲荷兰病完全无同。荷兰病啊，那这样讲，我最近公开提过，好像不太对得起荷兰。核实的董事长董子贤昨伫民众党论坛发表演讲，讲到半导体产业甲护国生产的观点，甚至用荷兰病举例，提醒唔通一错再错，引起着争议。因为产生了某种优势，所以资源集中到那一个产业，所以其他的产业呢就被 吸星大法吸了以后呢，就资源不足。荷兰病是经济名词，也是真实的案例。1959年，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透过出口得到大笔外汇的收入，莫互当时货币一路抢悬。也毋过货币承担出口就变困难啦，也因为注重天然气的产业，制造业等等传统产业都开始衰败。 等到天然气的价销落降，才发现其他产业早就出现危机。后来也代表向向得到大量的财富，使地区经济失去平衡。那台湾到底敢有荷兰病？专家也有无同的看法。荷兰病，我觉得不要去特别的定义。更糟糕的是，认为说这样去限制台积电的发展，因为这个台积电发展的很好，它是创造多的资源，不会把资源吸干的哈。成大教授李忠宪也发文章解说，新台票无起到害死其他产业，政府也当期透过货币政策维持汇率的稳定。 也强调半导体带动规个供应链，唔是独吞资源。台湾的产业是靠技术，唔是靠乌金啊空顶顶。甲干那靠天顶落来个财富完全不同。所以来个讲到台积电扩大布局。地缘政治方面，台积电有另外的生产据点，对这些大公司都是好事。透过科技展现实力，专家讲风险爱平分。 对产业经济甚至是前景，拢有真济选择。台湾唔是干那有一个护国神山，是有护国群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